滚烫一风，东厂四下不了马蜂。你们追不了了，万国腐朽，建造卫队将攻之贼，你不早千岁跟前，我可保雄不死死。将攻死死，至于万滚，天已死了。那一股是杨大生第一股血，我就是死，必保全。我这番的眼皮，一股何在？你看呐，这是家和爹取名类的复名册曲，那一股嘛，等今晚夜色，小孙亲自送你王座，请你下旨，把孩子交出来。岁多，不过尔，今比一只出来的死样，就像骗我。东厂虽短到的时候，你心中有数。我冯克才是给你最后的机会，不算放你们出去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你发莫言。一股责怪，你跟你委屈，沙场上你骁勇无敌，一挺吧。当初你替我挡过2剑，今天就算我晚了1剑，可我却不明白了，你为何总是妇人之仁？你举得了那一股，你还举得了这天下不成？取下后罪！你是你义父赵公公对他的，你义父对你恩重是啥？当年虽未见死，杀父养他人，上至身上，下至发命，都我不过今天。你也是个下逆之人，为何要帮助他们？也爱走了，你去哪里？这件和爹有2股之法，这一件杀养爹。等等，
孙子话我。
举，两位私隐。许举没有替你吹点子啦，许举也没有见你小姑了。小公子无恙吗？哦，这两些景象已无恙。小路你都勘察过了吗？方圆几里我都看过了，东厂布马埋伏，没有小路可以参观。看来明路不应，只能应弯道了。金小牛时间既能相助，想来也非不尽关你此事。你要去找那副妹子帮忙，那你去吧。不愿，你何必跟着我的？你我就算逃得出去，这辈子恐怕也是回不来了。从小我就喜欢跟着你，跟着你读书，跟着你媳妇，你做的都是你认为对的事，我也一样。南阳门弟子，虽然他是轻功绝学，不居好不之终就是死也要可你为何要跟我说这些？我发誓无权来替你选择，你要走的路。是你应该是谁？深夜到访，这般天气啊，还是很香啊。这种剂量在我这里还是省省了吧。局长他生意，做不做？那要看多大的生意。姑娘，是我，此算是天大的生意。奴家公子下，等等啊！哦，你莫不是要奴家？我不要你杀人，我要你人与神。只要你儿子最外恩不出个战，往后的事情我自有安排。你想保护桂山，够不够？够，爷爷嘛，够了。天亮只有我3倍敬你，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敢骗我，我烧你！眼神快厉，比老娘他衣服还快。也不3更，怎么你开窍啦？
深夜他少，我与妖师相聚。奴家也有话要问你。姑娘，请讲。许我副官，这曲姑娘不识欣赏，送曲公子出关。什么曲公子？明明是在你们这辆发帐而来的莫言姑娘。你们带着杨玉轩的余孽，想从屋子里逃走罢了。姑娘岂知我等身份？实不相瞒，那一股是杨大生唯一国选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送小公子出关。将来再让他一锅出城。你想做正营去过，也不能问这秀儿，又不要做这草氏孤儿啊，送你们出关倒也不难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讲。奴家要你一封案，说不可，立当少见奴家年纪，不怕告诉你，这恩哦，就在奴家路上闺房之中。你总孤有恩道，有啊，同我哪里？这通过来，奴家的身子。奴家，只要你夜夜两宵。天亮之后，我便送莫言出关。最晚你宽着我。我问你，你看奴家美吗？美。3岁。
儿女不顾逢场作戏，你扮的什么真正君子？逢场作戏，逢场作戏，好，你我即刻摆堂成亲。摆堂？是啊，礼记有言，男女非有一命，不相思命，非随便不嫁不娶。你我今日摆堂成亲，同胞化作两小一义，一边相扶。好，奴家怕也不成。这就当作评理了。不可，怎么？也不摆了？摆，现在去摆。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哦！